众朋友，元旦快乐！欢迎你收看2022年1月7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英晓，先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是元旦假期的第二天，台中武陵看梅花人真多，也有人跨越年去下环山看日头光，各地是拢人叉叉叉。总统府元旦升旗，由卫福部长陈时中带1号抢中华民国国家。蔡总统也发表谈话，叫中国卖误判情势，应用军事来解决问题。今日警方21例另外进前台北防疫旅馆3例确诊个案，即马拢是为着奥密克戎有可能是旅馆的群聚感染。今仔日是元旦假期的第二天，因为各地拢是好天，四界游客满满是。台中武陵赏梅花人今仔日又搁变济啊！有人参加完跨年，就赛车拼去下环山看日头光，车位是拢停了了。另外，伫咧新竹的游乐园，游客也拢烧钱去佚佗。开车一来到台中的武陵农场，粉色、土红色的梅花大开，敢若伫咧欢迎游客。连假第二天也是2022年的元旦，武陵农场人车已经满满，因讲是找不什么停车位咯。武陵农场在下午1点钟左右，已经涌入了1600人，大概400台车辆。因为武陵农场事先超前部署，交通指挥得当，并没有塞车的状况。武陵农场表示，最近是腊梅大开，其他种类的梅花也伫咧开。连假头一天有2000多人入园，找伊赶紧来调度。园区看起来车辆也未真快，不过在合欢山却是人车真多。经由及时的画面来看，游客中心的停车场根本无位通停啊。武陵亭也是人车真多，另外边地景点人也未少。要多照几张照片，留下纪念。它就有水池，整个水池这样非常的美丽。对，它各个角度就是有不同的美景。对。迄我已经变人的落雨松，水池内底拢是像影，互人感觉敢若伫咧北欧的感觉。今年好买的青埔落雨松的秘境，诚做上受欢迎的翕相的景点。另外，位伫个古坑桂林村的落雨松有200公尺长，相反有真侪游客来遮翕相。也有伫个新竹热门的游乐园，也是人真多。游乐园内底服务人员是真无闲，规工园区拢是人。园区统计早起就有超过3000名游客来入园。另外，这个生态农场讲会使甲古水动物真群来互动，也有真侪游客。连假真侪民众出佚佗，国内旅游市场敢若慢慢烧热起来咯。记者综合报道。提醒民众出门得爱先查交通的状况。国道透早的交通虽然拢真顺，不过亲像国道5号过道了后，上北的车就变多啊，可能要到深夜才会消透。另外，咱也来关心天气，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的天气同款是真寒，而且到明仔载落雨的范围也会变大。中南部遮是每日的温差较大，出门归港的朋友得要注意咯。路上塑胶笋数量比车较侪，元旦连假第二天，苏花界中德管制区还未出现明显车潮。国道方面，早起会当讲顺畅，也毋过车流量增加，其中国道5号南向雪隧通过量比去年同期增加33%。中道过了后，明显车坐起来。头城甲平南路段下到2点过了后，时速伫40公里以下，灯系红色。礼拜日会继续谈。那国5明天会出现北返的车潮，从宜兰至坪林路段，从早上的9点开始，直至晚间会有车多拥塞。天气方面是继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本地上低温出现伫花莲第二潭，只有摄氏10.9度。北部、东北部天气偏凉冷，中南部日时暗时温差大。元旦这方面的北韩华东北部地区、甲大台北东边有落雨机会。礼拜日水汽增加，落雨范围扩大。入夜之后到明天白天又会有一股风是比较强的，所以整个降雨的部分，大台北的范围呢，在明天随着东北风比较强势，有比较广。这波东北季风将伫后礼拜1到拜3减弱，气温回升，水汽减少。气象局指出，后礼拜5东北季风会阁增强，这波水汽较侪，低温会降到15至17度。记者综合报道。过去一冬疫情退烧，加在有前线人员的守护，甲民众的配合，才通控制疫情。今年总统府的元旦升旗活动，就是由卫福部长陈时中带1号代表唱中华民国的国歌。也那蔡总统也发表谈话，强调公投的结果甲全民防疫是展现国人团结的精神。
另外，蔡总统也向中国发声讲，叫中国唔通误判情势，也莫硬要用军事来解决两岸的问题。因那中国国台办这边也回应讲，蔡英文所讲的就是要分裂国家，佮讲行台独的绝路，绝对是害死台湾。唱国歌。穿白衫全是艺术人员，卫福部长陈时中带领去考中医等60位医护代表，伫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领唱国歌，要感谢医护人员过去2年间无眠无日对抗疫情。因为我讲过，元旦升旗唱国歌，这是一件很高兴而且也荣誉的事情。我是认真唱，大声唱。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等人出席元旦升旗2022新年的头一天。蔡总统也发表元旦讲话，面对中国对台文攻武吓，正告中国两岸关系不是靠军事解决，提起中国唔通误判情势。我们会坚守主权，坚守自由民主的价值，而我们同时也要提醒北京当局，不要误判情势，更要防止内部军事冒进主义的扩张。军事绝对不是解决两岸分歧的选项。面对国台化疫情，甲拄啊结束的公投，蔡总统强调，咱国民众爱团结，透过民主机制解决问题。佮较指出4大公投结果显示台湾走向世界决心。去年4大公投的结果显示了台湾人走向世界的决心。新的一年，我们仍然会就国际经贸多元布局，走出对单一市场依赖，做出更多的努力。面对全球通膨、房价起涨挑战，蔡总统承诺维持经济动能的同时，也会强力阻止不法炒作加囤积，确保房价甲物价平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内疫情，新历新年的头一日，台湾同款无本土病例，不过境外有21例，有一个是捌伫越南染病，检疫期满了后又搁确诊。另外关心到进前台北有防疫旅馆出现3个确诊。即马拢确定讲，因就是为着奥密克戎的病例，也就是讲，这真有可能是旅馆的群聚感染案。2022年头一天维持本土零确诊、零死亡，不过境外移入21例，美国9例上侪，搁再来是越南6例。越南其中2例捌伫当地确诊，一人转来台湾旅馆检疫期满进前又搁确诊。另外21例境外内底有17例是突破性的感染，其他4例正伫调查中。年龄介于20多岁到70多岁之间，那他们入境是介于去年的12月17号到12月31号。另外，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连续出现3个人确诊，敢若亲像互相相位感染。经过基因定数，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连雄指出，3个人拢是为着 Omicron 变异株，无排除是互相相位事件。两的个案，他们的基因定序都各有2到4个一个位点的差异哦。虽然他们都是 Omicron 但是不排除这个旅馆的一个群聚。另外，旅馆相关接触者采检上新的结果列出81人，已经有74人检验阴性。甲已经验出的案例17099阳性，也有3个人检验中，以及3个人等待采检。曾连雄表示，若要确定互相接触感染，包含可能的传播的方式，也有发病例等，拢必须再调查。到这种为止，社区无传播的问题。我们还要请专家针对这一起的一个这3个个案。那来调查他们的这个可能的传染途径，这边可能要借由我们昨天到旅馆的这个调查的部分，这个发病日的部分，目前还有一些不相符哈。防范疫情的侵入，政府宣导注射疫苗，各县市拢叮当起来。台中市政府更加配合元旦的升旗，加开目的内的疫苗注射站。指挥中心也公布，到12月31日，国内头一档的疫苗注射率是79.99%，第二档69.07%，基础加强社注射率0.02%，对家社注射率0.66%。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去年受到武汉肺炎的凌迟，即马总算迎接新的一年。真侪国家拢因为 Omicron 加强防疫，不过有关是欢喜庆祝新年。即马咱镜头就来到国外，带观众朋友去到澳洲、泰国等等的国家，看因精彩的跨年暗活动。
在咧亚声澳洲雪梨的烟火开始伫空中跳出美丽的舞蹈。在2021年最后一天，各国在着防疫措施无同，正伫迎接2022年的最後時間。澳洲伫雪梨釋放長12分鐘6棟煙火來慶祝。泰國嘛伫首都曼谷的湄南河放煙火。Happy New Year to everybody. I hope we will overcome COVID and life will be as it was before. 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嘅拉斯海馬酋長國伫下年這一天，用無人機放煙火挑戰2個世界紀錄。當局用500多隻無人機放12分鐘，超過15000個煙火，這場直播讓觀眾看個真歡喜。最後創下海拔上懸1000公尺無人機嘅煙火表演，甲距離超過4.7公里嘅上遠端操作無人機同時陣放煙火嘅驚世紀錄。拉斯海馬嘅煙火真精彩，杜拜全球上懸哈利法塔嘅下年煙火嘛無輸因。受到疫情影響，真濟歐洲國家嘅下年活動攏縮小規模，也是取消。應該是伫大鵬燈第12聲了後，配合無人機釋放小規模嘅煙火，宣告結束2021年。國際新聞台視同朋友。別個國家攏咧歡喜迎接2022年，印度煞發生數千位信徒咧佇咧朝聖嘅時，因為冤家相愛，有人互打死嘅意外。這場悲劇至少有12個人死亡，數十個人受傷。意外的地點就發生佇咧印度克什米爾地區嘅一笪印度教嘅廟，數千位信徒佇元旦去朝聖，煞因為有人冤家，有人想要緊刻入去廟內底，致使現場亂糟糟。警方提棍仔要指揮，煞引起大家驚嚇、小嗌殺，還有人跋倒就互打死。印度嘅總理莫迪也佇推特刊文致哀，即馬也咧詳細調查這個歸戰事件。雖講是迎接新嘅一年，不過疫情有關無要收煞。美國嘅紐約、英國、意大利又閣創一日確診數上濟紀錄。伫中國西安遮，雖然已經封城，不過一天也是一聲就增加174例，根本就真歹控制。不過世界衛生組織嘅秘書長譚德賽伊是表示講，今年有信心會當打敗疫情，呼籲各國就唔通囤疫苗，愛團結去對抗病毒。雖然奧密克戎病毒拖前景影響，各國疫情繼續擴大。2021年最後一天，美國紐約州一天確診76000多例，創下歷史新高。法國是公布過去24點鐘確診超過232000多人，和總統馬克宏是敦促民眾去注疫苗。La vaccination est notre plus sûr atout. Elle réduit fortement la transmission. Elle divise par 10 le nombre des formes graves. C'est pour cela qu'une nouvelle fois,J'en appelle aux 5 millions de non-vaccinés. 應該有189000多人確診，連續2天創下新高。意大利31日連續第4天創下新高，超過14萬人患著。那是中國西安雖然已經封城防疫，不過確診人數是繼續增加。報告新增確診病例231例，其中境外輸入病例56例，本土病例175例。本土病例中，陝西174例均在西安市。貴州1例在銅仁市。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賽表示，2020年有180萬人因為新冠病毒過身，2021年有350萬人，不過有有信心會當在2022年抵抗新冠疫情，只要各國團結抵抗病毒，唔通有股票嘅民族主義甲囤疫苗嘅行為。But I still remain optimistic that this can be the year we can not only end the acute stage of the pandemic,But we also chart a path to stronger health security. While science delivered, politics too often triumphed over solidarity. 目前以色列已經喺31日開始替重症風險較高嘅人做第4劑疫苗。不過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賽表示，有75%嘅非洲醫護也未做疫苗。目前只有一半嘅世衛會員國達到40%人口完整做疫苗。WHO 嘛定新嘅目標，要喺2022年7月進前，和所有國家嘅做疫苗比例達到70%結束疫情。國際新聞台是唐平益。因為國外疫情這嚴重，咱台灣也受到影響。昨警活到41例又閣破紀錄。
卫福部的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也警告讲，这个疫情还未来到上严重的状况。逐天的境外这尔济，量必须对咱的边境佮社区的防疫有大威胁。也有医生讲，尤其即马是真侪人回国来过年，恐惊奥密克戎由阴转阳的机会也会大增加。国际疫情严重，2021最后一天，台湾境外移入确诊数达到41例，从新冠疫情2年以来上悬。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伫面册发出严重警讯，认为这毋但代表各国疫情爱看不到观点，继续大量境外移入，也会对边境防疫造成真大威胁，进一步互医疗端压力增加，更加升悬社区风险。41例只是台湾目前的一个情况，未来随着入境旅客大量增加，我们相信这个数字可能会破100。我们对 Omicron 的看法是说，它的阴转阳的几率会相对增加。春节返乡高峰将要到，指挥中心有关防疫规定，初时起入境者爱提供2天内 PCR 阴性证明，而且以采验日计算，严格规定，要降低病毒窜入社区的机会。另外，北市防疫旅馆发生确诊疑似群组感染，专家认为更加爱注意病毒存在每一个所在。在百货公司啊，在卖场。那也同样是有群聚的活动，而且那些呢，有一些是在户内的，所以那些场所发生病毒传染的风险，其实并不会比跨年活动来得低。我们看ทั่全球，台湾境外移入确诊个案继续呈现2位数。指挥中心严加防范民众防疫措施，犹原被当无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元旦，过去有真侪人会希望讲拄好伫即个好日子生囝。不过，即马着连元旦出世的婴仔也拢变少啊，生育率是愈来愈低。因安尼，各县市着用补助的方式来鼓励生囝。亲像台中自元旦开始，着甲生育的补助优到2万，新北市甲第3梯奖励金优到3万，也放入户口的认定。另外，中央也有规划相关的政策，旧年针对未生的人补助搁较侪治疗的钱，关于去做饲管婴仔的人也变侪咯。囡仔床头搭着爱心的国旗大纸，这拢是1月7日出世的元旦宝宝。台中市长罗秀燕来探望，因为因拢是台中市今年头一批摕到生育津贴的对象，金额对去年的1万块提悬到2万块。原来是一胎1万块，从今天开始一胎调为2万。那台中市政府已经10年没有调整这个生育津贴哈，那也因此呢，从今天开始会来实施。除了台中，像报这县市也拢有增加。新北今年开始第3梯的生育奖励金提悬到3万，也放宽这个设籍的条件。是要囡仔出世进前10个月内，爸母其中一个人设籍伫台北、新北几人同园，现即在新北的人就能请领。不过就算增加生育津贴，这位刘小姐讲，考虑年回家拥有这个问题袂阁生咯。应该也不会想要生了。经济上啊，不管其他的，还是压力蛮大的。伊主关切国庆也是元旦出世的囡仔已经逐年来减少，加生育率也后中央推出催生的政策。去年7月起扩大未生前的治疗补助，半年来有超过2万对未生的阿母接受补助，接受相关治疗的人数也比2019年同期成长58.14%。卫福部设定的试管婴儿的辅助方案，已婚好，那就确定是不孕症的，可以透过试管婴儿，那这样子会让一些就是原本他想要怀孕，但是问题说没有办法顺利的，当然这些父母亲有一个希望。不过，林院长也认为，用补助津贴来优先这个生育率成效，恐惊也是有限，因为要生也唔生，关键也是在有经济负担甲饲养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近摆若到元旦，南投竹山的指南宫人定就是吵。不过今年竟然有10万人要去领好年的钱母，可能是因为旧年疫情爆发，致使今年排队的人旧年无领到，即马竟然排到9个日长。最后时刻一到，南投竹山指南宫开始发钱母，真侪民众摕到好年的开运钱母，一直讲真欢喜。这位单身生为29就开始排队，顺利摕到头香。是讲无摕到一间无创来遮露营，当做野外郊游迄种感觉啊，平常心啦，我哋种物件是可遇不可求啊。当年的元旦，南投竹山指南宫拢会发招财钱母，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头一摆停办，今年恢复发放，人比往年搁较侪。指南宫附近的巷仔会当讲拢互人占满，客甲直通通。庙方估计队伍有9公里，超过10万信众，也再度呼吁信众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定。
大家都回来排队。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规定了，如果说疫情有改变我们也是会跟着政府随时在变更。民众欢喜过元旦，也毋过31个跨年暝，苗栗竹桥的长安新村附近，却是规片乌酥酥。附近居民表示，暗时8点外左右，听到电火条仔顶的爆炸声，就规个无电啊。嘣一声，很大声。对啊，然后吓一大跳。避雷器，哎，长得什么样子？最上面那个圆圆的。台电人员伫初一早起再度登到传出爆炸的电火条仔巡查，发现是雷公减速度。初步估计受影响的有633户，了后也会加强线路巡查，确保类似的状况袂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五味湖原地会使坐船游览来赏景，不过正正因为5月份疫情爆发，佮加上合约到期，船帮是停卖8个月。即马重新申请了后，元旦即天也已经恢复营运。美丽的五味湖风景，坐伫船顶看过去，湖面有完全无同款的感觉。正正因为疫情影响，加上合约到期，停驶8个月五味湖环湖游艇，元旦即天重新恢复营运。游客总算会使坐船欣赏，感觉真欢喜。还不错，因为我没有来过，是第一次来啊。都知道有这个电动的船，就带小朋友来。以前倒是没有啦，特地来做，对不对？对。业者讲疫情转好以后，佮等到合约到期，无法度营运，这几个月来完全无收入，实在真歹过。真期待重新开放，会使再来业绩。对，起初是因为疫情影响，那后面也是因为我们合约到期啦，然后重新招标签约，所以刚好今年1月1号重新开航。毕竟停摆了这么久嘛，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很期待我们赶快复航。这届业者引进2只较无污染的电动游艇，一只游湖行程30分钟，配合船顶的导览，希望游客除了欣赏风景，也更加了解五味湖的特色。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香港自反送中了后，处境就真艰难。尤其最近立场新闻关起来，头人也都互掠走，互人真烦恼。台湾28国家纪念馆最近就邀请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李德权来展出以反送中运动做主题的版画作品，希望各界继续关心香港的局势。版画呈现警察夹棍仔拍人，抗击的民众夹雨伞抵抗等等。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李德权将进前到香港看到的反送中运动新闻报道，用版画创作，毛作品引入家己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被迫取消工课心情。那另外有一种呈现方式，就是他没有办法展出他的作品，所以他只好用相同数量的白纸。这些白纸除了像是有一种被晋升的概念之外，也是一种白色，其实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官方表示，白色嘛象征台湾过去发生的228白色恐怖的事件。作者将自身的观察用版画记录创作，嘛特别甲进前大学生支持反送中的连农场复原保留落来。其实反送中的事件已经比较消失在大家的荧光幕前了。可是其实反送中这个运动，或者是香港人权遭到迫害这件事实，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都还是现在进行式。官方希望透过香港议题，搁再引发大家对人权的关注，嘛加做台湾的一面镜，互大家知影讲维护人权，无人会当激呱呱。记者电话问李玉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一在，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是15度到19度。中部地区是14度到23度，南部地区是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是16度到23度，外岛地区是12度到20度。再来个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英晓。祝观众朋友会当顺心，元旦快乐，感谢。Thank you.